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的周报顶面，咱有看见一张图啊，也伫咱有甲放伫这银幕的顶面。这幅图，耶稣的身躯边有一寡人咧喊话，然后因喊话的时阵，手拿棕树枝。伫迄个所在，这段记事记载伫马太福音的第21章。这个人伫迄个所在喊话。何塞那，何塞那，何塞那！奉主的名来，应该受恶乐。因伫迄个所在要高举耶稣，讲耶稣是因的拯救，耶稣是因的拯救。即句话听起来无毋对，但是因所期待的拯救，是会当一个政治顶面的改变。但是耶稣行的路，却毋是因所想象的路，所以才会伫遐的所在喊话。何塞那，何塞那，何塞那的即群人，过无几工，就正做伫迄个所在喊话，定义十字架，定义十字架，定义十字架，即群的人，真有可能是共一群。甚至伫耶稣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受苦的时阵，有可能阁是共一群的人，伫十字架骹，伫迄个所在，伫铁笑伊。你若是上帝，通对顶面落来啊！你若是上帝，你若上帝的囝，就对顶面落来啊！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纪念的棕树主日的由来。棕树主日就是纪念耶稣要进入最后一遍，要进入伫耶路撒冷迄个时刻，迄个野棕树，大家野棕树枝伫这个所在欢呼。这个欢呼的人，无一个会当明白耶稣的心境，就亲像即幅图画的。伫迄个所在，大家都要欢呼，但是耶稣的表情，互咱看袂讲解出来，互咱看袂讲解出来，伊的心情、伊的心声是安怎？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复杂的心境，因为耶稣知影人的心，耶稣知影这个人的欢呼真紧就过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受难周的开始。为什么咱要纪念受难周？为什么咱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咱鼓励兄弟姊妹，咱来思考耶稣所行的道路，咱来思考耶稣伫最后的这礼拜的中间所要经过的心境是啥？伊所带予咱伫信仰顶面、伫生活顶面的改变是啥物？伫今仔日信息进前，咱搁一遍来祈祷。慈悲的主，慈悲的上帝，你接受众人的欢呼，来进入伫耶路撒冷。主啊，阮今仔日要搁一遍来思考你受苦的脚迹。人的欢呼是遮尔表面，阮也伫你的面前悔改，因为阮有时阵对你的欢呼。也是真表面。当拄到艰难，当拄到世间的诱惑的时阵，阮随时阁将你放一边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也求你帮赞，互阮会当伫今年的受难周，阁较深来了解你的心声，阁较深甲主你连结。主啊，这是信仰内面你所要互阮的宝贝，互阮会当脱离这个世间的诱惑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真侪教会渐渐无咧注重受难周，但是拢会真注重伫国外节，因为咱讲国外节，证明耶稣是真神，是上帝的囝。但是咱想看卖，耶稣若是一个国外的主，但是伊无经过受苦的话，即个国外就变做，是毋是就变做一种表演啊？即种的国外是毋是变做一种吸引人的方式？但是当咱将即个受难的过程也放伫咱的信仰的内底的时阵，即个国外就有深度，即个国外就有跨度，即个国外对咱的生命就有真深的改变。你敢知影？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，伫16章的内底。
马可用偌长的经文来写到耶稣开始入耶路撒冷受难以后的代志，有用偌长？马可用6章，16章里面有6章是讲到受难，超过三分之一。约翰福音总共21章，内底对倒位开始讲到耶稣受苦，一直到最后的晚餐食的等等，对倒位开始讲，对约翰福音第12章就开始讲啊。12章意思就是差不多过一半，较加随时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、受死甲搁活。所以这要甲咱讲啥物？这要甲咱讲到受苦，耶稣基督的苦难，耶稣基督的受苦伫信仰的内底非常的要紧。甲边仔的人讲者，耶稣基督的受苦太要紧了，甲讲者来。你的信仰内底，若是欠缺这个部分的思考，足浅的，咱的信仰会足浅的，咱的信仰会袂堪这药啊！咱的信仰是真浅薄，讲啊，耶稣就救我的罪，耶稣就搁我，伊就上帝，啊无我来信，伊就会当上天堂。你的坎站可能敢若到这个所在尔。但是咱若愿意安静心，咱若愿意去思考，为什么圣经的作者用这么长的经文来记载这个事件，你的生命会得到真大的提升。天主教将受难周甲称呼做圣的礼拜，神圣的一个礼拜 （Holy Week）。伊讲这是一个神圣的礼拜，因为这是互咱一个真深去了解耶稣的一段的时间。咱用灵修、用默想，伫教会内底特殊的聚会，甚至禁食祈祷，互家己的心安静落来。咱今仔日有伫周报内底有夹即个，咱应该拢有刻着，敢有刻着？有啦吼。这是教会公报内底所印的，就是关系着互帮助咱伫受难周的时阵，咱会当进一步来思考耶稣基督的脚迹，这对咱是非常有帮助的一项事。这款灵修对咱的信仰会有真大的改变。今仔日咱来看耶稣基督的受苦，耶稣基督的受苦对咱的意义是啥物？耶稣基督这最后的这个受难周对咱的提醒是啥物？今仔日咱对以赛亚书第53章来看耶稣基督的这个脚迹，第一个互咱的提醒就是信仰毋是一条简单的道路。请咱做伙讲好无来？信仰毋是一条简单的道路。咱来看后一张图，下一页。信仰毋是一条简单的道路。伫以赛亚书的53章的第3节，伫周报顶面有，请咱做伙来看，做伙来读。以赛亚书53章的第3节，来，咱来读来。伊受藐视，互人气杀吼，多受痛苦，常常经忧患。伊受藐视，亲像互人毋面毋看的一样。咱也无尊重伊。咱转来到受苦，耶稣基督受苦的迄个礼拜，这个喊话的百姓，看袂出的代志是啥物？看袂出的代志就是这位耶稣，伊身躯顶所面对、所要背的重担，是咱的罪。是咱所得罪上帝的这个罪，是咱对这个世间的贪爱，是咱对人的迄个无愿意原谅，是咱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对上帝的得罪，甚至
是咱伫公开的所在，上帝献上虚假的敬拜，才会做。耶稣背着咱的罪，踏着叮当的脚步，着一粒山，着迄座山来行。迄座山的顶面，将要踩着十字架；迄座山的顶面，将要夺走伊的性命。迄是一个死刑处死犯人的所在。遮的和山啊，亲像咱拄则所吟的诗：威严的君王要进城，威严的君王要进城。但是这威严的君王，伊坐伫炉仔的顶面，伊所行的道路是流汗的道路，是流血的道路，是流目屎的道路。伊身躯边的欢呼，耶稣我爱你啊！多么的虚假！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哦，我要倚靠你啊！但是当身躯边压力一来的时阵，随时就变调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安尼啊？咱嘛是，咱的身躯边嘛是会面对着这信仰内底的挑战。可能有人咧甲咱讲：“哎呀，莫遐坚持啦，袂要紧啦，有就好啦。”也是讲信仰拢真好，你毋免伤紧张吼，毋免伤压力伤大。伫身躯边，耶稣受到这个喊话，这个鼓励，但这个鼓励是遐尼浅薄，是遐尼短暂，拢是要对伊的身上摕到好处啦。然后当因发现耶稣无要互因这个好处的时阵，随时变面，随时讲你是啥物人？这个人得罪上帝，这个人是这个人爱甲钉十字架。后来这个人伫选择要将耶稣头放，还是将这贼头、这强盗巴拉巴来头放的时阵，因竟然选择要头放巴拉巴。你想，这对耶稣的心是有偌尼的刺插？耶稣所行的道路，也是呼召咱军队的道路。耶稣呼召咱举起十字架来军队伊，这是阳光的呼召，但是这也是爱忍受诱惑、忍受痛苦的挑战。跟恁搁一遍甲边仔人讲，信仰毋是一条简单的道路。甲讲一来，信仰毋是一条简单的道路。你爱有即款的心理准备。咱爱有即款的心理准备，因为当咱知影，当咱毋通去不要去小看一件事情啊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互咱会提醒，就是罪恶。刑罚的恐怖，咱做伙讲一来，罪恶、刑罚的恐怖。耶稣为什么要受苦呢？耶稣的受苦是为着要争取民族的未来吗？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伊要代替世间人来承受罪孽的刑罚。请现在后一页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。来，伊诚然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痛苦，咱煞掠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苦待。哪知伊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为着咱的罪孽受地伤。因为伊所受的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因为伊所受的鞭拍，咱得到医治。耶稣基督这行的苦路，这个行的受害，这个受害是救赎，这个受害是承担什么？承担你我的罪，承担咱的罪，承担古早将来，承担每一个国家万族万民才会得罪上帝，而且的罪责拢归伫伊的身躯顶。
咱想看卖，耶稣所受的苦是啥物？耶稣所受的苦，拄了咱拄则讲的，迄款人对伊遮尔虚假，甲抱啊悬悬了，佮甲削落来，了削落来了后，甲开喙烂，然后甲伊滴即个刺皮的免流，刺皮的免流滴了，佮甲拍伊的头壳。耶稣伫迄个所在血流满面，伫迄个所在受否定、受歹款待，甚至受鞭拍、责罚。这是肉体的痛苦，这是精神顶面的痛苦，这是情感顶面的背叛。耶稣受鞭拍，耶稣受鞭拍了后，佮爱受压着伊的十字架，压着家己的十字架。用咱台湾话来讲，你会当讲压家己的棺柴行，压家己的十字架，知影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。因为你一边压，你知影讲我等下就要死伫遮啦。这就是等一下我就要被挂在上面。你想，迄个精神的顶面是偌尼大的折磨，而且毋是点点一个人行，毋是行短短的道路，是爱行互人看。那用中国的讲法叫做斩首示众，以示警惕啊。耶稣行这条的道路，这个恐怖的过程。是咧讲啥物？这恐怖的过程是咧讲得罪上帝是遮尔严重的代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得罪上帝是遮尔严重的代志。咱做伙讲者好无来？得罪上帝是遮尔严重的代志，毋是无要无紧啊，是因为耶稣替咱承担。啊，若无？咱每一个人，咱也应该爱行同款的道路，咱也应该爱受同款的刑罚。受难州，互咱，毋若是迄个所，毋若伫迄个所在讲啊，耶稣拯救我，耶稣拯救我。你爱去想到的是，耶稣为着拯救我，爱献上偌济的代价。你爱想到的是啥物？原来。耶稣所承受的代价，就是我的罪的严重性。伫人看袂到的角落，伫世间人拢认同的角落，有时阵咱会互家己有机会来违背上帝；有时阵咱会互家己机会来行上帝无欢喜的道路。有时咱甚至想，袂要紧，袂要紧，耶稣都听我的啦，袂要紧。不要紧，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有听咱无？有啊，耶稣有听咱，耶稣深深听咱，听咱到底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帮助咱，是要带领咱会当行上甲主连结迄条水阁好的道路。所以咱毋通看轻家己所受到的恩典，咱毋通看轻即个，咱毋通将伊。毋通将遮个来凊彩彩就放弃，凊彩就将家己属灵的性命来忽略，凊彩就来放弃耶稣基督所为咱成就遮尔伟大的代志。咱要伫即个所在来思考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有时阵想过？想过看轻罪的严重性，大家拢同款，袂要紧。咱是毋是常常用即款的想法来想，袂要紧啊！话本来就安尼讲，无是要安怎做代志？咱是毋是常常用遮个方式来忽略咱的主伫天顶所为咱成就的代志呢？咱敢有因为看见耶稣为咱承担遮尔重的痛苦？咱是毋是有一个知恩，有一个感恩，有一个报恩的心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耶稣为你做遐济，你敢愿意？你敢有为耶稣来服侍呢？你敢有一个火热的心？讲主啊，你为我做遮济，我要为你献上家己，我要为你献上家己。你为我担当遐尔重的刑罚，
我要将这个好的消息分享出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心内的火，敢有互伊继续倒起来咧？你心中迄个对上帝的感恩，敢有继续烧起来咧？你心中敢有因为你的重担，耶稣将你伫十字架顶为你担遐尼重的担？直到你会珍惜你自由的性命，直到你会珍惜你上帝去重新赐予你这个纯洁的性命，你敢有珍惜这个咧？耶稣是有咱的第三个提醒，就是伊是温柔谦卑的君王。耶稣踏入耶路撒冷。这个代志的意义，这个代志伫属灵顶面的意义是啥物？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上帝的独生圣囝。耶路撒冷是上帝所拣选的圣城，所以这个意思，耶稣转来到要进入耶路撒冷，是上帝。独生的圣囝要进入上帝的城，我相信这是堪得比所有的一切更较大的欢呼。上帝要来到伊的城，上帝要来到伊的城，但是耶稣用什么款的形态来进入这个城？耶稣无伫迄个所在穿着地上王帽。伫迄个所在，金光强强棍，伫迄个所在要入城，伫迄个所在举着牌啊，讲离开，离开，威武吼，做大官拢做到即步的对无？走开，走开，开道，警车开道，什么东西开道？耶稣并无安尼，耶稣甲伊的门徒讲：你去一个所在，看到一只驴仔，将伊甲召来。甲透开，甲召来，讲主要用伊。耶稣徛上迄只小的驴仔，驴仔无偌大只啦。驴仔徛，你人坐伫驴仔的顶面哦，嘛无偌悬啊。绝对毋是亲像讲咱去有时阵去游览区骑马的时阵，马一只遐尼悬啊！要咧骑上马，有先是比地面上加1公尺悬起来。驴仔我看一两尺就袂歹啊，一点仔悬度尔。骑有先佮人无偌济，无偌轻盈啦。骑驴仔无偌轻盈，马看起来就足缘投。驴仔通常拢摕来载货对无？通常拢摕来载货，摕来骑，其实毋是一个足好的一个选择。耶稣做即款的选择，耶稣做即款的选择，用一个谦卑温柔的脚步，要来进入伫耶路撒冷。耶稣的身躯边充满了忧郁，你是王，你是王，你是王，你起来做王吧，你起来做王吧。耶稣听到这的欢呼，一步一步行上十字架。耶稣听到这的邀请。你足够的，你足够的啦！你会得胜，阮要来甲你做伙战，来吧，来吧！耶稣伫遮的欢呼的中间，一步一步行伫上帝为伊所备办的道路。咱也是安尼，毋是吗？咱也是常常伫身躯边有侪的有响的声音。耶稣伫身躯边有政治的压力，罗马政府的压力。犹太人的压力，有宗教的压力，你袂使安尼讲，你袂使安尼做，你袂使讲你是上帝的囝，有侪压力，你袂使挑战圣殿内底买卖的即个情形，你袂使。侪压力的中间，耶稣显出伊的平静，耶稣显出伊的开力。咱来看后一页。这是一个上经典的一幕，就是耶稣伫彼勒多的面前，耶稣伫彼勒多的面前受审判。耶稣伫彼勒多的面前受审判，彼勒多问伊
问伊讲：你是啥物人？你到底是做啥物？你犯啥物罪？耶稣点无甲伊应答。彼拉多伫迄个所在，甲伊产生一个真大的对比。啥物人较冷静？我要问即个问题：啥物人较平静？你想即两个人，啥物人较平静？耶稣较平静。彼拉多心内咧想啥？伊咧想讲，我讲啥物话才袂得失人，对无？我讲啥物话才袂得失下骹的犹太人？我讲啥物话才袂互罗马政府来将我的官、将我的即个官的位甲摕掉？我安怎做才会当互耶路撒冷会当得到平静？我安怎做咧？我应该安怎做？伊想遮多，伊敢若一项无去想啦。伊敢有一项伊无放在眼内，就是耶稣敢是上帝所册来的迄位？伊完全无去思考即项代志，伊安怎想拢想家己啦，安怎想拢想家己，然后想拢想讲我要安怎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伊的心内无平安。咱的心内为虾米会无平安？因为咱常常咧想我要安怎？咱常常咧想讲啊，我的未来要安怎？人会安怎看我？我就爱安怎做？咱一直拢咧想，咱一直拢咧重复一个字，迄个字叫做我。我安怎？我的健康要安怎？我的经济要安怎？我的家庭要安怎？我，心中一直注重家己，就无法度去真正去认捌这位主。咱的眼光无放伫耶稣的身上，咱的眼光放伫家己的身上，比较咱的心、咱的信仰无法度得到安稳自在。安稳自在，这才是信仰的规律。伫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7节，伫周报顶面有伫较下骹的所在，请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53章的第7节。来，伊受欺压，伫受苦的时却无开喙；伊亲像羊受牵到受台的地，佮亲像羊伫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，伊也是安尼无开喙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无开喙。耶稣用安静的规律，耶稣用安静的规律表现出伊信仰的规律。有时这个时代常常鼓励咱，常常甲咱讲，耶稣基督会互咱的家庭的得胜，互咱的什么物件的得胜，互咱的事业的得胜，咱充满着对迄个得胜的期待。但是咱是毋是甘愿意来思考，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啥物款的道路？耶稣基督呼召咱的道路，常常是爱咱会当放下这一切来跟对伊的道路。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常常是提醒咱，信仰毋是你去得到这个世界的工具，信仰是要帮助你的性命会当赢过这个世界，会当赢过这个世界，无受这个世界的捆绑。咱请咱甲边仔兄弟讲，信仰要帮助咱赢过这个世界。咱请咱做伙讲来。当咱的信仰若是无法度伫这个世界的顶面的时阵，你的心内就会失落平安甲安稳咯。你的心内就开始起起落落。当咱因为追求这个世界失去平静的时阵，受难周。是咱真好的一个机会，互咱会当甲咱生命优先次序会当去思考。你拼这么多，你拼对了吗？这也是我在问自己的问题。上帝啊，我为你安尼服侍，我敢有做到你爱我做的代志？上帝啊，我安尼伫家庭中间安尼来拼，我所做的敢是你爱我做的代志？你爱的是啥物？你爱我做的是啥物？
我是毋是因为追求，毋是你爱我追求的，所以心内有做的不安。互咱搁一遍，自神来看迄位伫苦路顶面行的耶稣，咱会发现世上的成就甲成功的意义是无共款的。耶稣的成功，甲咱想象的成功意思真无共款。耶稣基督的受苦，毋是一个神学的主题尔。耶稣基督的受苦，毋是讲上帝都要拯救人，所以耶稣就爱受苦，毋是 A 加 B 等于 C 即款的一个命题。耶稣基督的受苦，是甲咱的性命有关系，是互咱会当学的，是互掉咱甲伊共款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来下一页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彼得前书的第2章21节，咱来做伙读来。恁忘掉也是安尼，因为基督捌为恁受过苦，甲恁留落模范，叫恁就对伊的骹步来行。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，因为耶稣毋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主，耶稣毋是毋捌艰苦过，耶稣毋是毋捌流血，耶稣毋是知影身躯拢安尼金影影的一位主。耶稣也捌流血，耶稣也捌互欺负，亲像咱共款。世间的普世的基督徒，当世间的基督徒看到十字架，思考到耶稣基督的受苦的时阵，拢对这个中间得到真深的安慰。天主教的教宗，现任的教宗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耶稣的十字架，担当了咱每一个人的十字架。我搁讲一遍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担当了咱每一个人的十字架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去思考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阵，你的十字架，你的重担会透放，你的压力会减轻。我相信有可能你的爱困药也免食遐济哦，因为有可能咱的爱困药拢是因为咱足够操烦的，对无？但是当咱去思考耶稣基督是遐尼体贴，甲咱做伙行，咱所受到的苦，伫伊的身上，伊拢捌体会过。身躯的病痛，伊嘛捌体会过。互人放杀，伊嘛捌体会过；互人做假干净陷害，伊嘛捌体会过。你会得到透放啊！你会得到透放。咱有一句话讲患难怎么样见真情啊？为什么受苦伫信仰内底变遮尔要紧？咱毋是拢讲成功了，追求主给你的命定主要开展你的道路。为什么咱活倒来讲受苦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因为咱若是讲干那追求你迄个部分，一无好势，一无听到无百意的代志，咱就讲上帝你哪对我安尼啦？上帝我哪会拄到即款的代志？我无爱做礼拜啦，我无爱服侍你啊！咱的信仰就亲像一张纸遮尔浅亲像一张纸遮尔薄，小可磕一下就破去啊！但是耶稣基督呼召咱的信仰是有气力的，是深沉的，是亲像厝起伫石盘的顶面，是会扛伫摇、扛伫冲、扛伫浪。咱若是常常倒闪上帝，咱就无法度起做深沉的信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受难周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甲主连结搁较深，互咱会当明白耶稣基督，伊真正的迄个心境，伊所大的使命，伊所行的道路，伊服侍是安怎服侍，伊顺服上帝是安怎顺服上帝。会调整咱的信仰的观念，会调整咱人生的观念，足宝贝啦，足宝贝。
伊受难酒，咱爱去面对思考一个问题：我敢有真正了解耶稣？我敢有听到伊的心声？我敢会当亲像早起宣月老师带咱读，带咱灵修默想，迄个玛利拍破玉瓶的即个玛利亚，遐尼体贴着耶稣基督所要行的道路。伊用迄个所在，用伊的真多的贵重的献上予耶稣，因为伊知影即个苦是遐尼深。因为我相信伊的信仰，即位玛利亚的信仰也是非常非常的深，因为伊的对主的认捌是非常的深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把握一个信仰者信仰应该爱有的面相。你的信仰应该爱去认捌耶稣受苦，你的信仰应该爱珍惜耶稣受苦的即个宝贝。你才会当体会到耶稣搁活的力道，你才会当体会到讲哇，耶稣基督的搁活是对伊个苦的深沉中间的得胜，偌尼宝贵。这个时阵，咱有一段，咱目睭刻刻，咱要做伙来祈祷。咱为着耶稣基督的受苦来祈祷。耶稣基督的受苦对你的意义是啥物？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互你印象上深的部分是啥物？耶稣基督的受苦对你的性命的提醒是啥物？这个时阵，咱就做伙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主必的主，哈利路亚，主必的主上帝。主啊，你呼召阮，就爱对你来行；你呼召阮，就爱甲你做伙行这条受苦的道路。阮的人生就爱来学习你，阮的人生就爱来对你的脚步来行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互阮对你所流的血，互阮对你的所背的十字架。阮的心得到极其大的提醒甲医治，主，阮要感谢你。你伫十字架顶你所受的伤害，确实真做阮的安慰，确实真做阮的医治。医治阮的贪婪世间，医治阮对人的嫉妒，医治阮心中的诡诈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感谢耶稣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必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你受苦的脚趾，每一步一步来医治阮，互阮心中的这个污的垃圾，会当伫你的光的下面，会当伫你所流的血、你所流的目屎的下面，得到清气，得到洁净，得到启示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你赐福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会当伫即个受难周，即个神圣的受难周，会当搁较安静的心，会当搁较互家己的生活，会当有反省的时间，会当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反省，会当来到你所行的苦路的路边，看你的脚趾。看你举十字架经过的分日，互阮的所追求的，互你来提醒，互你来改变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学到你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